要请大家欣赏的是上海虹口乐剧团的范派小生韩婷婷和金派花旦谢群英为大家表演的新编古装剧《三世奇缘》当中的《琵琶惊梦》一折。这出戏呢，向我们演绎了一对男女主人公三世轮回的动人爱情故事。那么韩婷婷的表演呢，可以说是朴实凝重，唱腔醇厚豪放。她曾经荣获全国青年越剧电视大奖赛越剧之星的称号。那么待会儿呢，观众朋友还可以在戏中欣赏到她有一段精彩的琵琶独奏。好，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琵琶惊梦》。英子，你看，好熟悉的地方。英子，你原来就是在这里的。哦，我原本就是在这里么？三生石上开心。是一日情深温，冰心上一滴血，夫妻个事。许恩情，子玉醒了。哎呀，不对，我从未做过事，怎么会连下两句？你为什么会脱口叫你醒了？英子，你来看。这是已看了32年，是我俩先生所看。先生所看，英子，你还记得这琵琶吗？这琵琶
苦16年，女的是人生啊！我好像在做梦，做了一场梦啊！只因啊，情啊，做马路客，16年仇恨烈火，焚我心。16年，无惧大变天下群，16年，心意旧难放弃。
这次参加我们东方红运越剧大汇演的精英们呢，可以说是流派荟萃。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向大家介绍的是尹派传人赵志刚。赵志刚呢，今天晚上将为大家演唱的是《浪荡子》当中的《探钟点》。探钟点是代代相传的尹派精粹选段，脍炙人口，传唱不绝。赵志刚的表演呢，以情真意切见长，他的唱腔深得尹派各中3位。那他曾经获得首届江浙沪越剧大赛的1等奖，被人们誉为是越剧王子。那么在戏中呢，他是扮演一位在黄浦江畔的落魄人，在戏中呢，整个唱段是一气呵成，充分显示了赵志刚在唱腔方面所具有的深厚功底。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浪荡子·探钟点》。耳听一叮钟，钟声勾起我浪子梦，往日历历谁人为忆不尽回不休，我爱到是尽用功，一笑是一个好儿童，大院之中一盘梨，并妹妹我爱相共，从铺门里疾风起，几人了一对乱红梦，婚与生我老无穷，心心相泪难以用，想到一日点彼此，我念来相依，必有钟声一
做爸爸，他呀你对生肖，远远走路，脚步花，对生一件小天地，充满快乐愉快，妻子欢笑尽用心，老夫于心强笑啊，我在公司当职员，乘风送来到我家，谁知道转正是我失了你，所谓与我去哟啊，西呀股票叫头记住，吃炸票都把灵魂嘛，唐舞风里与人配，每句行人是道一把，我是城里灯红醉落里，最神梦是老婆呀，妻子可气把我踹，老婆气门将我骂，陈先生先生呀，我句句言语刺痛他，我铁了心啊难为转他冤恩情薄是桃花。终于女儿我心不停，把妻子儿女抛在那巨小始终相三定，浪荡子的生活好像人人，交际花小巴黎，老头儿身边多的是军人，虽如养的药，不用养的脸，因此花粉长得没有眼，要你晒死无路，还是嫁个皮蛋开，多代美女鸦片引我在迷魂城里做神仙，我以为这是花花好世界，哪知道被杀人血不尽。到后来我投机出他没有钱，那当铺谁把新郎变，千种妩媚一变人，一张笑脸变恶脸，从此踢出他门外，我到此良心谁发言？
子，要走正路为敌，群人模样浪荡子，去年野花被生命，群人模样浪荡子，赌博害人之事的，群人模样浪荡子，鸦片毒品为张手里，群人模样浪荡子，老力浑然没得劲。群人模样浪荡子，血浆挖到当自己；群人模样浪荡子，夫妻恩爱要珍惜；群人模样浪荡子，孝敬父母需牢记；群人模样浪荡子，深情好话与是非；群人模样浪荡子。来不及，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欣赏的是南京市越剧团的朱小昭和陶琪为大家表演的《柳遗传书·胡兵惜别》一折。朱小昭是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朱水昭的女儿，她在艺术上既继承了母亲的风格，又兼收影派成分，因此她的表演细腻洒脱，唱腔是柔中带刚。她曾经多次荣获全国和省市大奖赛的优秀演员奖。这个陶琪呢是一位原派花旦。但是在这出戏当中呢，他扮演龙女三娘，是运用了张派艺术为大家演唱。整个的表演可以说是灵活多变。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
愿君子曾经早在知心侣，闭目同心永相聚。他那里将言做我的家女，分明是心愿留你把妹句，倒叫我受之不易自己。又为父亲家母女，万岁宁替万世说，公主来到这小寺庙，又再见叫人子来翻咯，那叫人在去了，是花是落，好叫小待我子，愿我盈盈来望梦，叫人都是女儿身，但为天下女儿痛，女儿心意比天高，女儿命比去有云梦，来的无心花名字，可怜之来长相送。日子不来，此来应该女儿来，此子应该女儿子了。女儿来，女儿子，陪我一哭女儿子，愿借名字表心腔。当初金屋修几座，而今深宫修寂寞，彼此何年花中
恭敬不是重礼啊，公主请，君子请。做大领国10岁年，难道他心儿真是地上情？千万人间最无情，秋水长天年少君子，你我分别在即，我今晚不久与君见也。说在宫中言语一说，先生，这也是公主一片深情。是之说来，恭敬不是容易，只得讨饶了。只想去酒来。是。路上送谁同看深深都是夜里想当初金屋文上头生梦君子千里传世皆宽慰，我父母为报谁恩须婚配，才知你凌船大义举定美，你立身坦荡自不疑，我爱莫跟生情难改，秀颜面叠送君归，为团君心万转才道此人今朝开，有谁知一片痴心付流水。他是愿是我无心愉快不由在，先生请。佳话谢了敬一杯，公主啊，请用我亲亲必付表中位，你本是并肩有归神仙配，夫妻内混同谋杀不散，一路上你环境妈妈一转转，夫妻是烧龙捉妖不知爱，
前不枯萎，独自为自尽自尽来为美，并非留你父亲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东方红韵越剧精英汇演今天的演出就到此结束了。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演员们为我们所做的精彩的表演。